台北藝術大學。我大學的時間呢，係讀天然內，做嘛該袂選天然內咯？因為我高中的時間其實係法圖的，可是法圖法了，我是去到大學重新做的讀迄個課內來讀，所以我是選了天然內。用個細細時間是可以是念個童謠啊、繞口令啊，是會上台去表演安樣。這種相片是我老阿婆，我阿婆改良是寒冬球上。這好像是我們在喝喜酒吧？每次吃喜酒的時候都要拍照，不知道為什麼。這一張很精彩，這一張就是那時候我們客語相聲團很常到處去表演，但其實最忙的呢就是爸爸媽媽跟家裡的人，因為他們要幫小孩梳妝打扮啊，然後要送小孩去上台表演，所以呢。我老母也是做那倆洞瓊歐坡安用來散，然後很可愛。這兩件是阿婆老 Andy 偷哎，然後我穿的是紫色的，妹妹穿的是紅色的。然後那時候啊，妝都要畫得很濃，然後臉都要這樣紅紅的，然後會綁2個丸子頭，上面都要綁緞帶。然後這張照片是當天表演已經結束了，阿婆在幫我拆頭髮的照片。所以我是到我當新夢阿婆送我去漢語上上團，加用是演歷史漢語上上團為時尚去舞台當部的表演嘛，所以我是到讓個對於舞台這件事情，對表演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很陌生，然後覺得也蠻喜歡的，也蠻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覺。所以讓個讀天然的時間是先來表演個課內表演組。然後就開始了我的表演之路，就開始努力的學習。龍姐，你這搭什麼東西？這是我們叫做媽點吶。對，媽點黑媽干。媽點的意思呢，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拍攝的時候，然後攝影組的夥伴們，他們就會在地板上貼這個媽點，就是跟你說，哦，演員，你要站在這裡，這裡的是我們機器有設定好，然後光有設定好的位置，然後它對我的意義就是應該可能倆媽點，還是我就是知道說，哦，這邊就是我等一下要表演的地方。公有日界太守本相逢，今日死愛家新日個龍，太龍賣瓜子，二龍賣電通，三龍賣。這時間我會想，也許我沒有特別的勇敢，只是我還不想要退場，因為舞台當部個講，本來做在看到我自家，也做在本來記得做嘛界，會繼續做下去。龍界好菜絲。二龍沙對口衝送風啊，衝送風。